也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前立委蔡正元讲韩国瑜选市长的时阵，有收过敦义募款的4000万，这嘛，互韩国瑜靠近我卤肉饭甲一罐矿泉水参选的团旗受到质疑，所以韩国瑜来公布着竞选的小目，结果证实完全无4000万这条钱。蔡正元嘛公开来道歉，不过韩国瑜的募款总收入12900多万，离六都的市长也是排第一。那第二是这个侯友宜11731万，上少的是郭文哲4400多万。韩国瑜为着证实，并无将立委蔡正元所讲的有一笔5吨机主少所无来4000万的政治现金，公布选举小目。不过，隔当天也是被追问党中央到底给予偌济钱。党中央寄了一笔10万块钱给我，我们接受了。11月8号，我看钱越来越多，不，我说够了，不要，我把它关闭。关闭之后，党中央又来寄了，大概一笔款项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就把它退回。选举的时候，只有收到国民党寄了10万块钱。不过，以去年底9合一选举六都市长竞选的经费来做比较，韩国瑜是以1.29亿，超过法定上限的8884.1万。经费第二悬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有11731万外，但是支出嘛上最高达13691万外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有6000万外，但是因为支出悬，还阁透支2000万。台南市长每地是4553万外，桃园市长郑文灿4500多万，上计是台北市长郭文哲只有4405万外。对着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竞选募款总额超过法定上限，嘛引来批评声音。在竞选的期间，不断的塑造自己是靠卤肉饭跟矿泉水当选的形象哦。不过后来我们却发现说，他的实际花费是比中选会规定的最高金额还高。那这算什么贫困参选？这算什么打败权贵呢？因为韩国瑜伫选前讲是以一碗卤肉饭、一罐矿泉水赢着选战的，不过一公布出来，这捐款的数目金额这么悬，我家认为恐惊会互支持者观感无好。